羽毛球的高手今年1月份伫泰国比赛得到4金2银4铜的好成绩，总统蔡文专工甲因接见。希望你们下次再来总统府，带来更多的让国人感到骄傲的事情。 讲爱过来，羽毛球的国手做伙去总统府，讲起到伫泰国摕到好成绩的心情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和总统也有点像，我觉得就是要把台湾的能见度在国际上可以提高。 比赛焦点之一就是小戴戴主演，佫摕到冠军，伊嘛伫面前传一张相片，讲总算出关啊，嘛甲支持者分享伊的拉克度球杯。虽然伊无到总统府，不过总统特别要甲讲。我要透过镜头对小戴说：辛苦了，台湾，谢谢有你。 伫即摆世界羽球公开赛内面，台湾的国手创造真侪项台湾的新纪录，为国争光。像世界球后戴主演比赛中对决西班牙的真球后，最后是逆转得到胜利，摕到生涯第3座年终赛总冠军。黄金男子双打王哲林、李勇更加是连夺3个冠军15胜，摕到台湾头一座男双年终赛总冠军，世界排名升到第3名，这是有史以来男双上好的纪录。 男子单打周天成、王子维拢进入4强，王子维更加是创下个人上界悬的纪录，世界排名已经升到第9名。这选手伫期间检疫后参加记者会，分享因的欢喜，因即马正为奥运做准备，要互世界看到台湾羽毛球的实力。